大家好，我係嘉里。咁呢條影片呢，早應該喺2日之前就出㗎啦。咁只不過呢2日呢，我真係病咗，太唔舒服，所以去到而家先出。咁啊，美國發動全球嘅貿易戰，成個格局同埋玩法呢又唔同咗啦。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提高去到125%，係立即生效。同時又提出一個90日嘅暫停期。幾乎所有其他嘅貿易夥伴都只係面對一個10% 嘅統一關稅。咁其後白宮官員就澄清，中國嘅所有出口到美國嘅商品都面臨一個最低嘅關稅稅率，就係145%。原因就要加埋之前芬太尼問題對華實施嘅20% 關稅。咁原本打算反擊嘅歐盟，佢哋嘅主席馮德萊恩就表示，歐盟就決定俾談判一個機會，對美國嘅反制關稅暫緩90日。而中國電影局咧就宣布係會適度去減少美國嘅影片進口數量。咁結果有記者向 Donald Trump 提問有關問題嘅時候，Donald Trump 嘅回應咧就係咁樣嘅。China retaliated today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American films that can be shown there.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em now targeting cultural ex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I've heard of worse things. 咁究竟荷里活喺邊度呢？咁啊，除咗鑽石山之外，荷里活標誌就係美國加州嘅當地地標。大家都知道 Donald Trump 有2個地方咧係冇可能贏嘅，第一就係紐約，第二就係加州。佢哋咧都係民主黨嘅大票倉。咁而 Donald Trump 嘅政敵利益受損啊，咁佢就真係開心都嚟唔切嘅。咁你會問啊，中國會唔會繼續加碼呢？答案就係會繼續嘅。咁中方就宣布美國嘅進口商品關稅由84%提升去到125%，但係就已經係最後一次。就算啊美方咧繼續去加徵更高嘅關稅，都已經係冇任何經濟意義。而有中國國師之稱嘅經濟學者鄭永年講到，關稅咧係一個限度嘅，只要關稅加到去60%至到70%，咁就同加到去500%咧，其實就冇乜分別。因為都已經冇辦法做生意啦，都已經係脫歐啦。意思即係話，假如關稅嘅稅率已經超出咗中國商品出口嘅利潤空間，咁樣就即係等於咧係冇得做噶啦。原本 Donald Trump 咧表示仲係等緊中國嘅電話，而中方嘅消息咧就係打算係一啲較低等級嘅通話，做好所有準備，先至進行最高層領導人嘅會談。但係美方咧就堅持只係同值得信賴嘅人進行溝通。咁而習近平主席咧喺下星期一開始就會國事訪問越南、馬來西亞同埋柬埔寨，希望喺呢啲國家同美國談判之前咧優先穩住東盟市場。咁成個遊戲原本由 Donald Trump 化身成為超級葉問，一打185。最終都演變成為2座山頭互相拉朋友嘅遊戲。咁今條影片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貿易戰嘅最新影響，同埋從經濟學嘅角度，究竟 Trump 式經濟學係別人笑他太瘋癲啦，定還是只係其他人看不穿呢？咁喺呢部分咧，就會同大家 update 一下各自雙方喺關稅嘅加碼點樣影響到商業活動嘅進行。咁首先就係航運貿易，由4月2號開始，全球航運、空運咧都出現咗一個超級繁忙嘅情況，有搶出貨嘅狀況。咁喺全球規模最大、效率排名第一嘅全自動化集裝箱碼頭上海嘅洋山港，前幾日仲有大量從美國趕過嚟嘅貨輪，忙住去裝貨。好多嘅船隻咧喺行駛太平洋嘅時候，速度都已經加快咗1倍，希望搶喺新關稅實施之前出港。咁而且咧，全部都係選擇滿載出運。咁因為而家成個市場嘅資訊咧係非常之混亂，大家都搞唔清楚 cut off point 喺邊度，只能夠按照自己嘅理解咧進行決定。咁有種講法咧就話 cut off point 就喺中國港口啟航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獲得豁免嘅啦。咁另外一種講法咧，就係要進入美國過境先至可以獲得關稅豁免。業界同埋官員咧對於政策嘅理解咧都係唔一致嘅。咁萬一真係後者先係現實嘅話咧，咁即係表示又會有一批嘅貨物要退翻去港口噶啦。至於中國海關總署咧就講得好清楚嘅，
個 cut off point 就喺4月10號之前，貨物已經從美國進行啟運，並且喺5月13號之前進口嘅在途貨物咧都唔會加徵今次加徵嘅關稅。現時上海嘅洋山島出面嘅堆場已經堆積咗唔少未能夠及時趕出運嘅集裝箱，好多貨主都搞緊呢個退關手續，等緊啲貨物拉翻去，又或者進行其他處置。咁目前啊5月頭嘅20尺標準貨櫃 TEU 訂單咧係下降接近40%。浙江金華嘅一個生產聖誕節裝飾嘅商家講到咧，去到目前為止咧，今年係冇任何嘅美國客戶落單。咁就算啊有客戶查詢價錢咧，中國嘅供應商現時都好難做到報價。所以啊，雖然市場嘅行為咧就短線推高咗中美航運嘅運費，但係目前市場對於未來大宗商品嘅需求咧就係表現悲觀，同原材料行情高低息息相關嘅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喺今個月即係過咗10日左右就已經跌咗2成，咁反映啊個市場清咗一波庫存之後都係傾向一個觀望嘅態度，然後就係出現供應鏈轉變嘅情況，但係呢一個方面咧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就可以改變到嘅。咁最新咧，美國就宣布大約有20類嘅電子產品，包括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同埋半導體元件等等，都列入咗貿易夥伴徵收對等關稅嘅豁免清單。而白宮政策副幕僚長 Stephen Miller 咧喺社交媒體 X 上面表示，呢啲嘅電子產品咧仍然係適用於中國芬太尼問題相關嘅20% 關稅，即係表示咧豁免嘅範圍就係全球對等關稅嘅 Spaceline 10%，同埋對華貿易關稅嘅125%。事實上啊，美國73%嘅智能手機同埋78%嘅手提電腦咧都喺中國生產。目前美國進口嘅 iPhone 入邊，只係得10至20% 係嚟自印度，其餘咧都係嚟自於中國。之前美國對於中國嘅進口商品徵收關稅145%，遠高於印度嘅10%。咁就算豁免生效之後咧，中國製嘅 iPhone 仍然係高過印度2成，所以預計蘋果公司加大喺印度生產 iPhone 咧，呢個趨勢係唔會改變嘅，但係亦都只能夠緩慢咁樣轉變。實際上啊，基於呢個行業嘅特性，例如 iPhone 嘅成本之中，超過90%咧都係嚟自於零部件，例如晶片咧係嚟自於台積電，屏幕係嚟自於三星同埋 LG， 鏡頭係嚟自於 Sony 同埋大立光，記憶體係嚟自於海力士同埋美光。另外啊，仲有啲嘅零部件，例如負責蘋果手機嘅線路板 PCB 公司，就係一間台灣公司，叫做臻鼎科技。咁佢哋喺疫情期間咧，就已經喺泰國同埋高雄設廠。目前啊，中國嘅產能咧係佔咗75%至8成，而去到2030年嘅中期目標咧，中國嘅目標產能咧，亦都只能夠下降去到6成左右。原因咧就因為唔係淨係搬廠咁簡單嘅，而係關乎基建設施、生產供應鏈、技術人員嘅培訓，仲要喺轉移之後咧，得到一啲大客戶，例如蘋果嘅實際檢測，成為咗合格嘅供應商等等。呢一啲嘅動作都需要花費大量嘅時間。至於中國，主要就係負責電池、外殼、前置鏡頭同埋組裝。如果你去睇翻負責幫蘋果進行組裝嘅富士康，你就會發現佢哋嘅毛利率咧，即係得6至7%，淨利率即係得2至3%。變相一部 iPhone 嘅成本入邊，中國嘅零部件同埋組裝咧，即係佔全部成本嘅20至30%。但係如果就要被認定為中國製產品，徵收145% 關稅咧，咁一來一回，只係會令到美國嘅企業受損。因為 iPhone 對於蘋果嘅價值咧，就係一個流量嘅入口，有 iPhone 就會有更多嘅增值服務收入，例如 iCloud 啊、Apple Music 等等。咁然之後啲客戶咧，可能又會買埋 Apple 嘅 AirPod、iPad 等等。所以我估計咧，蘋果公司係立即用咗唔少資源向 Donald Trump 政府咧進行游說嘅。至於由下個月2號開始嚟自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價值800美元以下嘅小額包裹關稅稅率，由90% 或者每件75美元，進一步提升去到120% 或者每件100美元。6月1號之後嘅費用係更加之高，入境美國嘅包裹咧就要支付120% 嘅稅率，或者每件200美元嘅費用。咁其實早喺2月份咧，Donald Trump 已經宣布取消呢個小額包裹嘅關稅豁免。
咁只不過跨境電商嘅小額包裹咧，實在係太多啊，海關咧根本就處理唔切，所以先至推遲去到5月執行。至於點解 Donald Trump 要將小額包裹都要徵收關稅呢？原因就因為中國嘅電商平台，例如 Shein、Temu 等等，喺美國進行低價策略，快速增長，將產品直接寄到消費者手上面，打殘咗好多美國傳統嘅零售業，導致到有大量嘅零售集團分店咧係關門大吉。咁事實上啊，有啲乜嘢好得過消費者可以安坐家中，又可以享受到較平價錢嘅產品呢？咁的而且確咧係好大誘惑嘅。關於呢一種高額關稅嘅做法，明顯就係針對平價服裝品牌 Shein、拼多多嘅海外版 Temu、TikTok Shop 同埋阿里巴巴嘅全球速賣通嘅生意模式。咁本身啊 Temu 嘅加入咧已經嚴重影響到 Shein 嘅業績㗎啦。2024年 Shein 嘅收入咧雖然增加咗19%，達到380億美元，但係盈利咧就下跌咗40%，即係得10億美元，即係表示啊 Shein 嘅盈利能力即係得2.63%，比起 Shein 向投資者展示嘅方案，盈利能力可以達到10.6%咧，係大幅度縮減咗。咁呢個情況咧，亦都非常之符合中國公司嘅生意競爭模式，就係眼見競爭對手有咁高利潤率嘅時候，就會走過嚟同你捲埋一份。而拼多多對於 Temu 嘅業績咧，一向都係保密嘅，只係透露 Temu 嘅收益咧，美國市場係佔據咗45%，主要係銷售服裝啦、3C 產品同埋家具等等嘅眾多產品。咁現時估計啊，未來嘅跨境電商咧，將會大幅度去增加使用海外集運倉。咁而家 Shein 咧喺美國市場做緊買滿29.9美金包郵，即係平均一張訂單咧最少就有2至4件產品。咁 Shein 咧不嬲又喺供應商面前有強大嘅定價能力，本身啲工廠供貨俾 Shein 咧都係接近冇錢賺，只不過佢哋就會將個服裝設計進行自己生產之後，然之後拎出去賺錢。所以未來 Shein 嘅模式咧，運咗去海外倉之後，再按照訂單咧喺美國進行出貨，但係變相就會減慢咗貨物嘅流轉速度。喺美國建立物流系統需要聘請員工，同埋需要俾多一程嘅運費。咁有消息講到啊 ，Shein 咧就計劃將供應鏈由中國轉移去到境外，但係就遭到中國嘅官方反對。而 Shein 嘅大本營就喺廣州番禺。結果啊，廣州市嘅商務局咧更加主動出嚟去澄清傳聞。現時啊，預計一啲跨境電商平台同埋一啲以海外市場為主嘅3C 產品，例如 Donald Trump 手機充電器品牌安克咧，佢哋都係要表示會積極開拓其他市場。Donald Trump 啊，發動地圖炮式全球關稅，咁其實佢有2個如意算盤嘅。第一就係正如財長貝森特佢呼籲所有國家就唔好進行反制行動。咁如此一嚟，呢啲國家同美國進行貿易協商嘅時候，就已經要從增加咗嘅巨額關稅開始談判，即係表示咧，無論如何呢啲國家拎乜嘢條件出嚟同美國進行交換咧，美國都會係有得益嘅。結果一如預期，依賴美國市場進行出口嘅國家，佢哋嘅領導人絕大多數都係為咗穩住自己國內經濟同埋匯率穩定，都係唔選擇進行反制。最令 Donald Trump 出乎意料之外嘅地方咧，就係今次中國居然咧係跟足美國所徵收嘅關稅稅率進行反制。咁有別於 Donald Trump 嘅第一個任期嘅貿易戰，當時美國係對於3600億美元嘅中國貨物咧進行徵收7.5%至25% 關稅。而中國咧就向1850億美元嘅美國產品進行徵收5至25% 關稅。咁今次咧雙方係冇任何嘅溝通，而且每一次嘅反制行動都係拳拳到肉。中國外交發言人講到明，中國就不吃這一套。咁美國咧係佔中國全部出口嘅15%，而美國嘅貿易順差咧又係最大嘅。按照中國海關嘅數據，2024年中國對美國貨物嘅貿易順差就係3610億美元，佔所有貨物嘅貿易順差係36%。而美國明顯又係全球最大嘅買家。2024年美國嘅貨物貿易逆差係達到12000億美元，創咗歷史新高。咁呢個數字有幾誇張呢？就係將第2名一直加到係第10名嘅國家，佢哋嘅貿易逆差總和都係仍然不及美國。
而中國嘅貿易順差就係全世界第一，將第二名一直加到去第10名咧，佢哋嘅貿易順差總和就係同中國差唔多。而家嘅格局就係中國嘅製造業生產咗全球32% 嘅商品，但係中國嘅消費咧，即係佔全球嘅12%。所以中國強調咗多年嘅內循環之後，目前仍然係要依賴出口為主。歐盟嘅態度咧，其實就可以從歐盟對中國同埋美國嘅貿易狀況去睇得出嘅。上年歐盟對於中國嘅貿易差就達到2470億美元，但係對於美國嘅貿易順差咧，就估計大約係2400億美元，啱啱好咧，兩邊係可以互相抵消嘅。咁而家 Donald Trump 就提出要歐洲國家從美國咧去購買價值3500億美元嘅能源。咁其實歐盟喺面對美國威脅要減少貿易逆差嘅時候，歐盟嘅政界咧係逐漸提出咗一個概念，叫雙重去風險概念，即係表示咧要同時之間降低歐洲對美國同埋中國嘅貿易額。至於東南亞國家，其實佢哋咧就唔想得罪任何一邊國家，例如印尼總統就表示啊，佢哋就將中國視為好朋友，亦都將美國視為好朋友。印尼咧即係想做中間嘅橋梁。今次逼使到 Donald Trump 讓步嘅原因，就係因為原本估計嘅股市下跌就會令到資金去流入債市，而債市需求上升，債息就會下跌。但係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反應，變相咧就會出現好多唔同嘅可能性。當中一啲以出口為主嘅國家，為咗穩住自己國家嘅貨幣，短線都會沽出美債買入自己國家嘅貨幣。反而就令到美國嘅國債債息上升。事實證明啊，就算美國好似 Iron Man 咁好打咧，都冇可能一次過去應對晒全世界咁多國家嘅行為。於是乎，成個格局咧又變翻去第一次嘅貿易戰，即係中國同埋美國進行直接對壘。喺上條影片咧，有啲朋友就講到點解我唔提及一啲經濟學嘅分析呢？網上面最多人提及嘅就係對等關稅係違背咗經濟學嘅比較優勢定律 （competitive advantage）。關於呢個經濟學嘅概念咧，就源自於英國嘅經濟學家李嘉圖喺1817年第一次提出嘅。咁呢個原理咧就講緊話兩個國家只要係專業化去生產機會成本比較低嘅產品，然之後進行貿易咧，就可以令到兩個國家嘅總生產係有所增加，咁樣大家都可以有所得益。比較優勢理論固之然咧係仍然係極具參考價值嘅。例如香港有好多嘅媽媽啦，因為外出工作就可以賺取更高嘅收入，所以咧就會轉為去聘用外籍傭工去照顧初生嬰兒。又例如蘋果公司咧，佢就專注去設計晶片同埋產品，就將勞力密集嘅封裝工序咧就外判咗俾富士康。但係關於呢一個200年前嘅理論，有好多人即係談論到呢個理論嘅邏輯，而忽略咗理論嘅假設。當中咧就包括呢一個只不過係一個2×2嘅模型，即係兩個國家即係生產兩種產品嘅情況，而且雙方咧係自由貿易嘅，係冇任何嘅關稅或者非貿易壁壘。資本同埋勞動力咧，亦都唔能夠喺跨國去流通嘅。咁最後一點冇考慮嘅咧，就係經濟發展嘅先後次序同埋科技技術嘅差異。而著名嘅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咧，就曾經主張國家應該去先去保護自己嘅弱勢產業，特別係國家咧可以通過一啲保護性關稅咧，去扶植工業同埋成個嘅經濟發展，直至具備國際競爭能力之後，先至參與自由貿易。事實上，貿易保護主義嘅論調咧，一直都冇消失到。而 Donald Trump 第一個任期嘅白宮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佢係主張世界上面咧，從來都冇真正嘅自由貿易，強調呢個現實嘅政治同埋經濟環境入邊，每個國家都有唔同程度嘅保護手段。佢就認為貿易政策咧係必須要服務國家利益，而非單純追求呢個貿易自由化，又或者比較利益嘅最大化。而比較優勢理論就仲有另外一個缺陷，就係忽略咗呢個世界上面嘅國家咧，就基於唔同嘅歷史同埋社會因素，佢哋都會有自己獨一無二嘅體制。例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咧，就由3位美籍嘅經濟學家共同獲獎。佢哋就認為制度喺國家經濟發展入邊咧，就起住至關重要嘅作用。一個良好嘅制度就可以促使經濟增長同埋繁榮。反之亦然。例如南北韓咧，都喺同一個地理位置，
但係就基於唔同嘅制度情況底下咧，人民嘅生活質素咧亦都係大大不同。咁好啦，講咗咁多嘢之後，其實咧美國喺任何一個政黨上場都係會去着手處理中美貿易逆差嘅問題，只不過係採用一個多邊策略定還是採用孤立主義，兩者之間咧嘅分別就係一個相信盟友去共同合作，另外一個咧就主張盟友係會為咗利益咧而去背叛嘅。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獎者咧，克魯明曾經表示啊，中國係傾向去加大政府支出，用嚟刺激生產，多於用嚟刺激消費。咁早喺上年9月份嘅時候咧，有唔少經濟學家咧都主張中國政府係應該加大向市民去派發消費券，同埋向一啲願意生育市民咧派發生活津貼。咁結果咧，大家都見到各大電商平台都出現一啲國家補貼，去鼓勵大家去購買電器。咁 anyway 個結果就係，其實歐盟早喺拜登時期咧就已經通過咗對於中國電動汽車去加徵35.3% 嘅關稅，再加上原有10% 嘅汽車進口關稅，所以就合共高達45.3% 嘅重稅。只不過呢位經濟學家克魯明最近又表示啊，Donald Trump 咧唔係一個為咗實現經濟目標而去制定政策，佢所做嘅嘢咧應該被理解為去展示支配能力，係為咗去震懾對手，去逼使佢哋臣服。至於財長貝森特啊，日前喺訪問入邊講到，美國嘅經濟咧係長期金融化，導致到製造業衰退，尤其係國防相關嘅製造業，令到國家安全咧係受到威脅。咁而關稅咧係集中去協助喺美國重建關鍵行業嘅製造業，例如醫療供應、半導體製造同埋造船業。咁係咪所有生產都要喺美國進行呢？咁佢有提及到關稅咧係去迫使企業去優先選擇一啲同美國本土或者友好嘅國家進行生產，從而去增強呢個經濟嘅安全。換言之啊，Donald Trump 就希望拎住呢個關稅咧，同其他國家進行利益交換。例如越南出口到美國咧，就係佔咗佢哋嘅 GDP 30%。而家就有消息講到啊，越南政府為咗保住出口到美國嘅生意，佢哋正在去考慮加強對於中國商品轉口貿易嘅監管，提交更多資料進行產地來源嘅驗證，包括係所有生產流程嘅資料，同時之間又承諾咧對美國嘅進口咧進行縮減貿易順差。至於通脹方面，Donald Trump 政府咧嘅團隊其實認為美國係過度消費嘅，好大程度就源自於中國嘅低價產品，而且中國電商平台咧通常都會採用一個叫零元效應，鼓勵啲消費者去消費更多，去換取呢個免運費，變相就令到啲消費者覺得係有所賺到。因為人人咧都中意一個划算嘅感覺，情況就等同你去深水埗，你見到好多嘅產品都係一個極低嘅價錢，於是乎咧你就會不經不覺去買咗一大堆嘅物品。但係實際上咧買少啲物品會唔會影響到你嘅生活質素呢？所以 Donald Trump 政府嘅團隊咧認為關稅只係會壓抑到消費者嘅購買物慾，對於佢哋實際生活咧唔會造成太大嘅影響，甚至乎將進口嘅貨物提高咗佢哋嘅價錢之後，對於國內嘅產品價格咧就會有所收窄，從而就可能會造成一種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去換取更好質素嘅產品。唔知你又點樣睇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以上就係今條片嘅全部內容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啦。我係嘉利，講嘅係投資、經濟、理財、做生意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